테니 땅안주 단계에 템바 탐진 감에 도바당 세에게 아니 랑링기 치와 시부데라 아니 점바신드만 제시 야이 디나니 담보 아니 템바 탐진 감에 도바당 세에게 템바 데라 아니 산지 좀 된데게 롱기 템바당 도비 템바 니가 바래지 那我们逐句解释，通达圣教无相违，能知佛语皆教授，速得如来甚深意，极大罪恶自相往。其中第一句，通达圣教无相违，那这当中的圣教，佛陀的圣教是有教法与正法二者。第一个龙给点巴当，多比点巴你个哪里？龙给点巴写的，安尼上节个干的说了是个样子，多比点巴写的，噶贴的娘数啷巴了点的胸背，安尼喇叭声不了是个样子。那么其中的教法为佛陀的一切的圣言，此处的正法为践行这一个教法所升起的功德。第那里，安尼俺就龙个点把tham见俺们的多巴是老用的，龙个点把三节个嘎掉了，安尼三节中间的个嘎掉了，可罗人把送，可罗人把送个干呢，可罗谈不告诉别那去他们些团他们的越送不当，安尼可罗巴贝告诉去他们些团他们没送不当，可罗他们告诉安尼噶西团他们的越噶西团他们的没送不，都是他们的，安尼康萨叔叔啦。古巴叔叔个往个送引吧，送张，安尼古巴门道话越比个见解，上节中点的了，难干没法黑起。那么其中教法主以佛陀的三个法轮为主。那三转法轮当中，第一转法轮当中提到一切法是有自性的，第二转法轮时提到一切法是无自性的，末转法轮时提到一些法有自性，一些法无自性。那么其实我们字面名言上是这样去看，感觉是有矛盾的，但是根本上这些都是无相违的。顶着现在样边呢，俺让做背几个图你先呢，哪把西人穿把衣呢？哪把西了？安尼哪查不西贴切？安尼顶着越比个高了，安尼当不。差别个那差不多太用的功了，安尼下的3年个马来西，抢东年个马来西，我的那边那么些全部都是3年个马来西来去机械过来西，没把机个那把机来机械过来西。第一个是养草娃的呀，的是茶切，草娃这趟场是类似的草娃呀，的是茶切，弄些全部内容为高了呀，安尼下的马拉索贝个那些。全部都是单个个的是来不及，哪怕几查呀个切度，你上节开始这个，没把几个汤布下穷了说把啥年个马来西亚当，你不得了下乡了说把啥国个西亚的你不得，搞话有马来西，的开始呢，刚啥几了呀，我把全部有话印章，搞话有马来西，的能行上节中间这个龙克罗斯布的个哪路呢？就像曼扎瓦个古维个切度，刚个西了越送吧，刚个西了没送吧，刚个西了没送吧，刚个西了越送吧，定你来呀，搞我定你要嘛这些。那么以一个例子来讲，以一个病人来讲，最初他得了一种热病，那为了治好这一个热病，医生跟他说，你不能够吃肉，你不能够喝酒。那么到后面。他的这一个热病是好一些了，但是可能4大当中的分辨的更大一些的时候，那么医生可能需要跟他说，你需要吃点肉，你需要喝点酒。但是以一个普特伽罗的，为了一个普特伽罗的这一个健康来讲，一个病人的这一种健康来讲，这前後是没有矛盾的。同样的，为了一个普特伽罗的整个的这种修行的这一个次第，三转法轮也是没有矛盾的。근데 지도공라 아니 산지 좀 된데게 추 강 숨바 탐치 내가블야 두지기 구발라 땡치
가리 송요 바이나 야 송바 테 탐체 ngaranchu gomba lebarchi lenshi ba yina ani da thamche kanza chik changjabi chachen den roa ma to ngachin chikjang meba kowa de lungu temba thamche ngame de dobi tyan res 所谓通达圣教无相为是，佛陀所讲的所有的这一些教授，都是为了所化机的这一个意乐，都是为了所化机的这一个安乐。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佛陀所讲的这一些所有的教授，都是一个普特伽罗成佛的支援。如果是通达这一点的话，那么就是通达了我们此处所提到的圣教无相违。第讲了ani joja ga topi temba labar mbo je sum to sin yodu ko la ani ngaranchu kyamjo lendre migi chipung ko tsuchum demba shi pardu simba tru la sobandu sin yobade tamche de teshenba yimbi teda muguseya da yana temenba yimbi teda muguseya jijameba 강사 직 아니 창자warla 아니 디 람투수 창마베 냠렌들레니 로고바 대탐지장 아니 개와메바 강사 직 창제비 차진도 키고바 디토니 아니 또비 때마 탐진 감메데 또바 디엔스 那么以所权三学来讲，其中有皈依、发心、四圣谛、六度等等。那么这些所有都是以一个普特伽罗在成佛上面所必须要有的资源，没有说是不需要哪一个，是所有都是需要的，并且是无相违的。근데 지디고라 간주 감가실이야 nga 티셴바 임바 송자 태명기 용구 두수고 된두수 냠렌두수 무구세한다고 된다 용구 요아레데 딘리기 태명기 용구 냠렌기 된두수 감가실라 랑기 된라야 빼나 아니 추줌라소바 송고와 당 너춤라소바 송고야 이네 감가실라 쟁기 된라야 니버도 태셴기 강사지기 코로나가 치듯이 되잖아. 태매 마보 요바 송자 아니 태매게 juntosu 아니 희고바당 대다게 난도도수 레퍼더 토퍼시니 젠던 주고와 임바 송자 아니 문도 쟁게 나로야 로라 펜버체나 람시니 진 지den전 제바캉스 도시니 송요바레스 所以那么有一些大乘的行者他会说，我是修学大乘的，我不需要小乘的这一些法。那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以一个大乘行者来讲，他的所化机当中必定是有三乘的行者，必定是会有需要讲授小乘教法的这一些行者。那么像这些也都是他需要去修学的，所以至尊慈氏也在《宪化庄严论》里面提到，就是为了利益所有的这些众生、独觉、声闻、菩萨，所有的这一些道都是需要去修学的。산지 좀 된데게 이용군도 나로라 장주 선반남지는 년투지 람강 임바다 랑산지지 람강 임바다 산지지 람강 임비 람탐지 제브르자진 람탐지 시브르자고 대다자 용수 조브르자진 대다게 람지 자와야 잘라스 라제 아니 태바쳔뷰 강사 지기 아니 태바순기게 람냠네게 림바탐체 연대 야두게 추도 아니 야댕게 추도 냠슬랭 고그레스 도시니 송야레스 世尊在经里面也提到，以诸菩萨应当发起一切道，应当了知一切道，为所有声闻道、所有独觉道、所有佛陀道，如是诸义因圆满，亦应承办诸道所作。所以世尊在此处提到，作为一个大乘的行者，
必须去修学三乘的所有的这一些道。等你当地个南端个南路呢，按做了呀，去偏把几卡的是呢，但把他们家俺们的多把些地图呢，而且边呢，斯里兰卡的这个山内卡基呢，天面起来看都是个，你天线是呀的上街个干嘛的，上街把嘛的落住的是呢，卡当的呀，大家能信超个是呢，天线起来看这个羊，我天面都是明白的是来着。아니 배 통춘 땅대야 tunzu meba che ne ani sangji ge ka teba cheshun kandaji yinba yinaya ani de ani duja kansa jik changja bi chachen de chegubi ngewa meba yinza ani jik yabo mare la ji lopa re seya ga kasa ji lopa re la ji yang taba re sesa dang ani ji tombo re ji mabo re seju meba ani shangchu semba ji sangji ji sa droba sheba la teba cheshun gu yong tamche la lo yong che ya da nyanglon che ya de ngeba de gugu yo ba den di tuni ko tu res。那么由此，我们也需要知道，以斯里兰卡等一些小乘的国家，也会有一些人持这些小乘的行持，他们会认为大乘的这一些教法，并非佛说，并非是真正的佛教，他们会认为他们才是正确的，大乘的这一些说法都是错误的，而一些大乘的这一些行者，则会认为那些小乘的这一些所行的这一些道不是圆满的，甚至是会认为这是劣的，是非常劣的，是一个劣乘。我们为高，他们为低；我们为正确的，他们为错误的，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从宗大师的这一句话，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样的一种认知也是一种颠倒的认知。第南路呢，俺做了顾客有才对讲了，你得空气胸大，特别的可能，点这个切巴马来西，刚个系列呀，新的那讲空气没个什么几啥顾客有呢？得了呀，空气不应该个缺的呀，你把它顾客了。个是第南路了呀，空气不应该个出么的呀，你把它顾客了。得因把送上空气胸大，那个拍个我懂了呀，得起人刚脱面有把得咱去。即多呢，即来呀，即当，即了买了当呢，即来呀，等着买的，你其他他们些让个厂家比掐尖，小康的厂家比掐尖的蓝图吧，伊呢，说说了呀，公共全部有吧的是。对于我们如果是有意义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该过多的去说一个劣，一个高，等等这样的一些数。这样的一些错误的这一些认知，因为比如以一个好的食物来讲，那这个食物当中它一定是包含诸多的食材，那当这个好的食物出来之后，你不能够就完全去说你不需要那些不好的这一些食材，我只需要那其中最好的那一部分的那个食材就可以了。那你想想，只有那个好的这一个食材，你能做出最终的那一个好的那一个食物呢？是不能的。如果是最终要有那一个好的食物的话，你必须也具备其中所有的这些食材，比如说很简单的水啊，或者一些很简单的其他的一些调料啊，一些其他的这些食材，它都是需要的，没有说是不需要的。第托尼俺就等的7万200，送了马路当不吃哇谁的，大用过来是，但把他们家俺们的多把提个托尼，俺送了马路当不吃用的，但的他把钱币熊赢了，他把面币熊赢了，抗赢了呀，上届中等的个公巴了送为个兄弟银星期兄弟个团，俺让个当下的篮球吧，别那他把面币熊个拿路呢，得成的说呀，让个当下的篮球吧。他把钱币熊个的时候，东尼个大娃的想出个3的时候，让个当下了连球把去吃个药的是。能知佛语皆教授。当我们明白通达圣教无相违之后，我们就可以
就能知道一切佛语皆为教授。比如说小乘当中所提到的这一些律仪的这一个部分，以及大乘当中所提到的空性的这一个部分，这一切都是可以显为自己的教授。天这因不松子想去南极人班第一个拿落了呀，安特别切凶个刚才他这个娘孙联比个那他们去出手机的对接，安天面个南极人班呀写有这，提前个南极人班呀写有这，特别面比个安凶个国家个做的所有写有这，特别亲比个凶个国家个做的所有写有这，都说写不当的马赛把刚才几个娘两个人班了，他们 kilo 的说他们写有这是。所以在这个道次第当中，小乘当中的这一些修学的次第，以及大乘当中的这一些修习次第，以一个普特伽罗成佛所需要的所有的这一些资源，它都无有少余的讲授。